做客奧地利前尾站，我哋去到 Austria 啦 ，Italy 及嘅 Cotton 邦。田田火車向南行，從門外邊嘅建設，悄悄地半高山炸鐵咧。聽講也在半高山老虎圍定嘅國境之南，係 Austrian 土家嘅天堂。看到從門外邊上映嘅景觀，也未當期推殺下來嘅里程呢。等下就先到佢嘅首府 Klagenfurt 老人嘅鄉親見面，聽聽佢哋嘅移民故事，向下來看也在國境之南嘅好風光咯。你好，你好。阿妹你好。你好，你好。你係台灣人哦？對，我太太。你係啲嘅講客話，哎，對哦。我離開台灣太久了，來30幾年，所以客家話比較不靈光啊。冇要緊，盡量講就好了。講比較好啊。喂，那我哋俩係啲 ITV 嘛？該片有一隻龍。這裡是我們的市政克拉根福的市政廳廣場。啊，這恐龍噴水的話，就是因為我也不太曉得這裡遊戲看的，因為我們這旅遊中心那裡，我們去拿這個東西。中文的。對啊。我想會唐你老奶分享那個的故事是什麼意思啊？這個我看一下吧，因為你來幾多年嘞？對啊，因為這本來就在了，所以我就沒關係的。如果還沒有的，我就會注意；已經有的，我就沒關係。它是一隻怪龍，然後後來他把它鎮壓了，所以以這個取名叫做克拉根福。不對啦，不對，你有沒有聽到老奶？原來的話，這個是沼澤地，你知道嗎？然後那以前當然沒有這麼多房子啊，就是早先沼澤地，然後就是有恐龍嘛，就是那個怪龍有沒有？啊，就作怪啊，什麼東西啊，然後就後來就是這個大理石有沒有哈？然後就是把那個恐龍砍死，就是對啊，就類似這樣子啊。以它為取名這樣子。故說你係講這個城克拉根福會起來，是因為有這隻龍，他把那隻龍殺死了，這個城市才可以。很早的時候就是傳說嘛，對不對？我係冇看過克拉根福那個名啦，就是在台灣的時間，你大部分人就是奧地利不會想到克拉根福。對，不過因為你還年輕，如果以前的話，在20幾年前的時候，這裡的話是台灣歐洲旅遊必經之地。真的？對，因為那時候的旅遊團的話，都是18天、20幾天，都幾乎都歐洲的這個民主國家，它都可以玩，除了共產國家以外，因為簽證問題。所以這裡的話，剛好是維也納和威尼斯的終點站，要麼在這邊吃午餐，要麼在這邊過夜。所以克拉根福他們一定都知道，因為你太年輕了。OK，我見半年來，你就會帶我來觀光一下。沒問題，先帶你來去老街。好啊。看你剛剛人家喝咖啡，或我們自己喝咖啡都可以。好啊。那來去哦。講法燒烤嘅廖建國兩公婆，佢哋 Klagenfurt 已經超過30年嘞。因為經營傳改，又因為做人動熱心，有數本當地台灣人喊佢做劉爸劉媽。不過，佢哋嘅當時因為選擇國家賽到奧地利，還選擇來到兩個人口冇到4萬嘅 Klagenfurt。為團入團股之前，先聽聽佢哋來面試亞洲上市。阿叔，來，兩個係乜嘅東西？這些的話就是和克拉根福結交那個姐妹市的那個的城市的那個城市看到又是這裡那個地標的那個龍。這是我們這個克拉根福，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這個就是我們歐洲杯，這最新的。這個兩個係最新的。這是2008年的歐洲杯足球比賽，在克拉根福比賽的。在克拉根福比哦。對。在這裡踢3場。還有位置啊，現在是。對，還很快嘛。對，叫柯文哲老柯 P 來這裡弄一個來。我剛剛阿叔很有想法哦，就是把台北市跟克拉根福。對啊，還那麼多位置啊。高雄、台北都可以放進來。新竹啦，哪邊都做得入來哦。看得出來，劉爸就算係啲國外，新關都還係當關心台灣。做旅遊書查所寫嘅 Klagenfurt 的古羅馬時期，就因為亞丁奧潘斯重要嘅愛橋，變做連接羅馬老重要嘅重要轉運城市。也係因為離水都 Venice 爭2.5鐘嘅車程，又有好山好水，變做歐南重要嘅觀光城。也條觀光嘅人潮，咪變做劉爸劉媽當然嘅重要原因咯。
那我爸爸在那边玩，刚好碰到这里的他的老朋友，也是客家人，在那边开餐馆，然后知道说在这里能够留下来很简单，所以只要你开一家餐馆，随便花个那时候花多少钱，花个大概就是60-70万西林的话，等于是120多万台币。你的话就可以留下来当有居留了。哦，你们一来俩 V， 你们就开始做生意了。对，因为你不然你没有居留啊。你最简单入门就是餐厅。最简单就是你买一家店，然后我们这兄弟的话都是股东，反正只要你股东20%-30%都不管了，只要有股东就有居留，有居留的话，小孩子什么保险都有，小孩子的钱什么都可以领。上学什么都 OK， 保险、生病保险、什么保险什么都有，而且那时候这个国家没有移民法还没有弄嘛，所以我爸爸就是好这个规划，整个人全部都移过来。你给阿爸先来俩 V， 探经过，然后转去。对，是啊。不过有没有可能你们就是你阿爸用一激发，然后你们就放下一切就来？你们没有想过就是可能？就是说有先过来，就全部兄弟都过来，觉得就是说可以。最主要是讲难听，就是为了小孩子，因为这里的制度、教育、小孩子什么都很好。哎呦，规个家族又做得强下嘞，唔会讲。对。1980年代，因为嗰當時兩岸嘅局勢唔穩，劉爸嘅阿爸有移民嘅想法，為到下二代嘅未來，一夫三胎。10個3年嘅大家族，佢一個買體身家離開新竹，歸家來到上述嘅奧地利重新開始，嚟打開佢條嘅移民路，因為得到居留，同時為大家族嘅10個3年，變作為定位過生存嘅基本問題，故所唔兄弟難以搏產，讓變作全國嘅廚師。講起亞團過往，劉媽講佢當時有動到嘅小可。从你们给董事地推板，马盖餐厅的事情都没有做过，不会。那你嘴都两米，你怎么适应？因为这里的连茶什么，他连一杯煮个饭一杯茶，他都人家泡好的，什么东西都什么都不懂。那时候的菜很简单，什么东西牛肉加青菜什么都是过油过好，锅芡味道先打，锅芡倒进去翻2下就出来了。只要你的菜有汁就可以了。那时候他们吃饭的菜一定是有带汁的。有一个菜是八宝辣酱，结果我们在台湾八宝辣酱没听过哈。八宝辣酱，中餐都会有这一道菜。我刚来的时候，我端了八宝辣酱看了很久。什么叫什么八宝辣酱？什么八宝辣酱？我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八宝辣酱。我还没有听过。有青岛的东西，嘿，你们在这里才慢慢。就早先他们的早先比我们早了，也是有中国餐馆嘛。他们卖什么菜，我们就卖什么菜啊。这里当时开做餐馆很单纯啊，这里开餐厅很单纯，也没有什么特别菜的。然后厨房刚来厨房就请师傅嘛，我们一直都是请香港师傅。请师傅，然后跑堂的话要会德文，然后这里当地就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他没有开餐馆，然后他来也台湾人，他来很久。他也是就我们请他当经理啊，他就在外面。那时候他是我们餐厅的经理，然后跟他学，后来他自己去考餐厅的执照。餐厅的执照。可以说我考很快了，来这里一边泡奶，小的时候，然后一直要背那个书，一方面寒窗苦读3个月，真的3个月，考到那个经理执照。阿爸讲。喺啲奧地利30年前3批嘅事情，就是對唔曉得德文都考到營業執照，因為一種執照向他嘅家族太細，每本記條歸路平安安度過啲亞美30年嘅歲月，一下家族地位嘅生意呢，都有記條嘅成就嚟，佢兩公婆未留餐館搞下去，嗰陣退休甜青嘅生活。元旦安順天定劉爸帶定叫到克拉根夫親太嘅父母特色去散步，可惜 we're not lucky enough 落雨咧，還係夾去打一仗吼。所以這裡就不會有流浪狗，這一旦流浪狗有人看到了，他就把它抓起來，然後就打電話給那個動物之家，動物之家就會來載走啊。然後他看就用那個 chip 掃描，他隨着他會通知他來領啊。現在都是這樣的，現在所有的狗都要吃晶片。阿 V 馬該記得會這麼重視這一塊啊？你剛剛這本來就應該這樣子的啊。他們這裡的動物之家
的话，就是有些人动物如果已经因为家庭因素或者能力上没办法养的时候，他会送到动物之家去，然后就会付一笔钱给动物之家。然后有些人他就看付款单，就是捐款，像我的话有时候都会捐款的。然后他本身的话有省政府和市政府都有补助，然后一般都是人民自动的那个捐助。啊，你亚比养动物是要付税的哦？这也付税不多的啦，就是你去登记，然后一年缴一次这样子。你说 V 嘛该要付税啊？我不懂哎，这里什么都要付税啊，这里连信天主教也要教堂税啊。啊？每年7月份一定会有的节目，娱乐大家，让家人呀可以有地方去。对。这里什么都要付税啊，这里连信天主教也要教堂税啊。啊？而且这个教堂税你还不能不付，不付的话法院马上来的呢。这个教堂税你逃不掉的。亚给老你去做完礼拜要付的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那是你做完礼拜那是自由乐捐的，就像我们的香油钱一样。然后每年一次的那个教堂税的话，你一定要缴。这里什么都是要缴钱的。对不对？对不对？虽然奥地利水动多，不过要提供一较安稳的生活环境。可能就像老妈讲的，安样安稳的社会，虽然社会太喜太乐，不过同时没社会太富太贵的可能。大家出移民的立场，也下是由老爸老妈留在奥地利，其他乡体继续到世界各地发展。30年的岁月就安样一样没过头嘞。那这里的话就是我留着管这些刘家的小孩，看头看尾这样子。就是我公公最大的心愿就这样子。你公公就是我这小孩子的公公，小孩子的公公啊。我们在这里的话已经31年了，真的这31年怎么过了我们都不晓得，完了，一转眼就过了。最主要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话，就是没有经济，这里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经济压力，因为投资本来就不大。第二个，小孩子的教育不用我们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哎，像你就按用对，那你们给生意的会要用很高用啊？你自己不是从学那个出来的，对不对？来的话，我们对生活上我们自己都要从头开始学，怎么样可以做功课教他，根本没办法。来的时候，有些都是国小5年级，还有一个初中的，初一来的。然后因为语言都不懂，后来请家教，家教都教到哭啊，因为他来学德文，家教走了以后，我们又讲又讲中文，阿婆共汉嘛，那些啊。我们那时候在住菲拉，碰到一个澳国朋友，很好的，他都跟我们讲，建议说我们就把这小孩子全部送到像类似孤儿院，幼儿所。对的，也可以讲，反正就是住在那边的。跟他们读那附近的学校，融入他们的生活就对了，这样子。那所以我们那几个小孩子，4个小孩子，全部都送到那边去，然后了不起的2个礼拜，我们去看他一下。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大概就1年以后都每个小孩子德文都很好，那全部就回来。你有没有讲过2个省份是从都退完来到这里，感觉是什么？现在到这个年龄，唯一就是很安慰，就是小孩子啊。我们小孩子，我侄子啊、侄女啊，我2个女儿，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目标，自己要做什么这样，然后也没学坏，不抽烟不喝酒，对，而且都是没学坏，这都是博士，不是说念博士就那个，就是他们自己喜欢，我们也没逼他，然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目标，有计划，要做什么这样子。其实啊，真的是太幸运了，就是上天带我们不过，30几年怎么过都不晓得。感恩嘅2公婆，有人行到哪就吃啲哪嘅客家本性。我想無風無浪嘅30年歲月，唔係因為人生小有變化，係做得強壯小看一切嘅經歷，本家錯嘅見做得穩穩嘅當見啲愛種。
佢哋嘅人生就像漂洋過海嘅眾人，用30年嘅歲月換來嫁出嘅尊穩和舒服。感謝劉爸劉媽，你哋本我哋愛種感受到溫暖嘅台灣味。接下來，我哋愛到考城邦嘅天意泰上 vlog， 老家到當天嘅鄉親見面咯。哎，老中家你很小鎮呢，你嗰邊好像有安裝你呢。对呀、夏天到啦，现在夏天天气好。然后这个是 FILA 每年7月份一定会有的节目，就是在那个 Kiev 中世纪节前，他们会有这种杂耍剧团，2天。嘿，引力嘛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夏天嘛，大家喜欢到户外，然后就是要娱乐大家，让大家可以有地方去，可以有地方去，住影院有，去吸引观光客来这里。下个礼拜中世纪节人更多，这样人还不多？那不多，真的下个礼拜一个挤满满的，所以他这个而且连晚上都很多人。對新竹北埔加多維拉搞起已經13年嘅朱曉瑩阿姨，禮拜為到帶我哋感受歐洲熱天嘅慶典，特別來到市中心。曉瑩阿姨講，傳統慶典喺奧地利一直都係地方嘅盛事。喺大型嘉年華正式到來之前，也都要對歐洲各地嚟嘅表演者變作新年嘅當年慶期態嘅事情之一，未為點慶嘅設施帶來歡喜鬧熱嘅氣氛。感受市區熱天嘅新鮮法力過後。喺林阿妹到嘉陽屋做客之前，我哋先轉到阿姨山排檔嘅屋，老幾兩嘅等一下嘅新年嚟見面咯。你要帶我們介紹你家咩？要不要介紹我們家？好。Hello。你說你們現在幾歲？10歲。那你幾歲？8歲。8歲。阿姨記得很會說中文誒。有還可以啦，有普通的他們都會講。你會說什麼？你要說什麼？要說什麼？說大家好，是不是？還有說什麼？你好。你好，這句。你們介紹啊。這裡是這個是廚房。呀。那你們會幫媽媽煮東西嗎？不會，媽媽要幫我們煮。媽媽照顧你們很辛苦哎。對啊，因為她那麼可愛。哎呀，真的是。那這裡的教育，他們對小孩子的教育是很開放的嗎？算跟台灣比起來，算很開放。他們就是會比較讓小朋友自己去有自己的空間，不會說盯得很緊。他們很有時間去下了課。他們寫功課時間大概最多不可以超過1個小時，這是規定的。如果超過1個小時，表示說那是太多，對他們來說是太多。所以他們每天下午都有時間玩耍，好棒哦！所以我每次都說，我們回來去台灣念書，然後你們就知道什麼會什麼臉？我看一下。要不要回去台灣上課？不要。你們知道台灣的學生怎麼上課嗎？你們知道嗎？可是媽媽說很多學生。什麼？很多作業。很多作業。對啊。曉瑩阿姨講，奧地利4年嚟讀書嘅時間差唔多係台灣嘅1半。比到本家長做地地屋下老4年嚟做盤，奧地利還卡有部分公司之徒。故說。曉瑩阿姨先測1禮拜上班15點鐘，本次家啲4年嚟嘅成長度唔被缺失。不過對台灣東無限嘅職業婦女，變做辦家庭主婦嘅阿姨，又係用嚟看待生活嘅改變嘅喏。就是人少嘛，運動少，可是這邊很漂亮啊，這邊草地你看到處都是綠地，然後風吹來都好涼快，都不用吹冷氣。家家戶戶裡面就是很自然這樣子，然後可以種很多自己想要種的東西，在花園，你看我有這麼大的花園，我可以種我喜歡的一些植物、一些花。客家人嘛，就是小的時候爸爸媽媽種田都是要幫忙，幫忙割稻子，
小朋友小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都要去帮忙割稻子、种地瓜。我爸爸到现在都还有种很多地瓜。所以你俩他还有种地瓜呀，我有自己种地瓜。哦，小时候就是起床之后。打开门就看到山啊，然后现在我也是打开门我也看得到山。从楼屋有吗？看到山，楼屋間看下去看到五指山，北部間東有名嘅叫五指山看到，可是我哋看到嘅係阿爾卑斯山，然後冇恐龍嘅地方，就是要被抽上冇人家，草長得沒有那麼快，台灣的草都長得好快。这是很 local 的那个的观察对呀，以前小时候就是起床之后就坐在煲汤，坐在那个什么晒稻子的那个大广场，那个阴暗的煲汤，然后坐在嗰度砍樹，一邊砍樹一邊砍山。老廖他嘅成法有蠻強呀，有點樣強呀。來到阿姨嘅屋，就就地看出來佢對北部老屋嘅懷念。細時節農家生活嘅大眾記憶，天天離開職場，自家組家庭，又一啲嚟慢慢嘅潛進來，融入到自家啲外國嘅生活度。聽佢講，佢係有嘅漂洋過海嘅秘密武器，我哋就天天佢來看一下哦。你要帶我去看嘛？該？我係來帶你看嗰種嘅愛板機、碾米機。來啲兩邊在 OTV 咧。係呀，睇間有冇靠近有地下室啊？哦，冰東西啊？兩位啊？哈？係啊。你帶來兩位用嘅哦？係啊，我個人愛記落嘅啊。我個記型啊，得嘅冰霜去。你邊個會帶兩個來兩位啊？用記嘅。用記嘅。你啲兩位還會做飯嘅？係啊，我做飯屑啊，做年糕啊。都來都了，你還這麼念念不忘這個機會？當然咯，從細時開始看到台啊，是一家來一家買啦，呀，阿姨啦，田安插落去。平常會做糍粑、麻糬，我寫我凍好些。哦，他干一那種誒糍粑呀，加那個。你真的很腿把你的那個骨還在這裡耶。有那種好吃的東西要讓小朋友知道啊。你們因為想要本身呢知道有這個呀，沒錯，對，要知道有這個台灣味啊，這個台灣東西，不然他們回去他們都說這個我不知道，他們不吃啊。其他什麼事啊？其他凍好些糍粑哦。好用心嘅阿妹哦！細個時間你就會做了嘅，係迄內臟好嘅。內兩味醬會做，內兩味醬自家人好嘅。他們打電話問我媽媽啊，你要用幫你買。哦，係啊。那你阿妹細個時間有做本人食了嘅冇？有啊，我媽媽有做啊。我媽媽乜計做？菜頭板、鳳頭板、年糕。還有那種風板，還有野板，各種板誒。野板乜計？佢唱幾個做？我剛講那個槍一直不你了，帶過去。乜計佢是做佢寫些是那些切板啊，然後佢停手啊。你這個時間沒有做？係啊，然後佢切板啊，然後慢慢停手切板啊，然後是自己學起來啊。留啲家鄉嘅思念，一啲嚟嘅融入到生活度，也條細細嘅行為，出脫嘅自家嘅心照，每本啲海外成長嘅聲音呢，做得留自家嘅家鄉保有連結，透過食物、語言、花草、生活度嘅一切，跨海延續到三代人嘅情誼。嶺南時節，阿姨嘅老公未下班呢，等一下就天天記到到家家用屋做客咯。我們現在來我們我的公公婆婆家。OK。呀，我帶你們來看看這裡。Family, Hello。幹嘛呀？知道。Good. Ja, grüß Gott. Hallo, grüß Gott. Hallo. Hey,
parents-in-law. Come with me. Come with me. 因兒們就披到香噴噴嘅奶油米，阿姨嘅家娘味道嗌得來，特別做嘅卡頓邦嘅傳統食婦，還較用心嘅準備傳統料理來調態嗌到。第二拜訪就直接到飯桌上，還正經東排式。唔過嗰時候來試下小鹿嘅太水餃咯。Oma, we want to try now. Can you see my drawing? 他没有，他忘记纸巾给你，可以擦口水。Okay, later we eat first. Okay. Yeah. Peter. 你看过，就会吃俩给啊，它不只是吃那个饱足感而已，就是那个气味，它是会让你，如果是在下午哈猪跟时间是会是 refreshing 哎、真的是。有，对啊，因为它加那个香料，呀，自己做的，吃俩给又不会感觉像吃肉一样，一下吃太多就很腻那种。这个比较健康啊，吃太多肉不好。对啊。呀，你说，鼓手这种奥地利的传统吃的东西就会用两种。这是只其中的一种。哦，两个是同样的。我体育摆错一些啊，冻酱，我以为我冻过去啊，就想啊，很顶劲酱。大家應該要看兩味張真嘅動呀，对啊，看哈本没东西啊，你看到该叫欧西亚哈塞，这个湖就是欧西亚哈塞。奥地利的传统吃的东西就会用两种哦。这是只其中的一种，然后它还有很多肉类食品，吃很多肉，那种腊肉啊，那种干火腿呀，鼓手两种算是乡村的料理吗？还是乡村的料理？是只有这边 Canton、Carinthia 这一带才有。那其他的地方是吗？该其他的地方在萨尔兹堡又有萨尔兹堡不一样的。或者是呀，每一个奥地利跟每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像一乡一特色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我哋馬鈴薯老嫩落嘅 Kasnudo 太水餃，正經係打破我對水餃嘅想法。食點太水餃，放定也可以隻醬油嘅蘑菇湯，加間用嘅片菜飯，有點親子鋪嘅感通。拜訪嘅人，定然下嘅兩公婆，很歡喜嘅嗰份兒生衫褲，跳起傳統嘅 waltz 來哦。But Oma, Yes.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why everyone dance waltz here. Because it's a traditional of Vienna. From Vienna, it's a traditional, and all of Austria dance it. Many famous companies have written music for this dancing. Is it a must to dress like this? Not for dancing, but for dancing other dances. Okay. For polka and Oh, polka dance. polka, yes. I see. No, I cannot dance. No, I cannot. Oh, yes. Yes. Can you do polka? Yes. Put yourself on. No. No music. Only Without music, we cannot dance. 唔好笑啦！唔管係我參係 poker，啲奧地利也掉啲仲下開始嘅沙搞舞蹈，就係經典發通嘅一部分。咩因為安尼，無論你跳嘅樣嘅，差唔多啥都做得跳一圈嘅。聽地音樂出彩跳舞嘅暗部，本挨過一百嘅感受到奧地利人真經動會成法。整个奥地利都可以做这么人性化的挑战。有，基本上奥地利他们是真的是很人性化。对他们也很鼓励员工放假，不会像台湾啊，你们请假因为整个奥地利是一整年有25个年假，25天年假。那如果你年假你自己先安排好，比如说，我哪时候我要去度假2个礼拜，都是 OK 的。你要先提早提出来。工作、休息
有了工作一定是要休息的，就像是假期，像夏天是这边的旅游季节，夏天很多办公室里面都可能就很少人在上班，因为夏天小朋友放假，家长会带小朋友出去度假，所以我刚来的时候，觉得为什么夏天是放假的季节？我先生这样跟我说，我说就这种在台湾很陌生吧？夏天怎么是放假的季节？夏天还是大家一样大人要上班。对啊，还是要上班，小朋友都是送什么夏令营，有的没的。可是这边的家长就是会说，夏天了，我要带我小朋友去哪里度假个10天，或者是甚至2个礼拜。有些人当然也是度假3个礼拜，那当然就是要自己跟公司调整，就是自己去跟公司商量。这都是很普通、很正常，在这边来说。除了创始人奥地利的政策想法，还可用生人来做出发点。佢就認為家庭係國家嘅根本，生活嘅內容還可以人生存嘅意義。故所無論係部分公司制度，還係調皮了日，都做得本人同意去接受，本適度嘅休假變做一種文化。聽講你大早就聽聽阿姨來個幾條輕平常嘅奧地利生活。阿姨，我哋兩下坐在看到有10多年，已經啲兩位準備要運動了，是不是？啊，對啊，我們現在要去爬山。幾條平常就會來嘅，故所他們完全準備。衝就行嘅呀。兩種票就會帶我哋，我們是要搭纜車的。我們要搭纜車，我們要上去 Gerlitz。這邊夏天的時候，就是很多人去爬山。到了冬天的時候，是很有名的滑雪地方。很多人，所以春夏秋冬都有活動。春夏秋冬都有活動。那我們來那個夏天的活動。那我們來去上面走。作為一個有 Alpines 嘅國家，有當到山拿老虎嘅奧地利，做得講係戶外運動人嘅天堂。啲寒天流雪到熱天秋水，太自然就係千河嘅遊樂場。故所阿姨講，冇留到奧地利人嘅生活同悠閒。記條係1年4季都無限定為計翻用嘅過生活嘅哦。來兩個是動感嘅。我體育擺錯些啊，動獎我以為我動過喲啊，你想喊電影獎，可是錯動都擺了，是唔會。你兩個係纜線在運作的。對啊，當意思就冬天的時間咪係安音，然後夏天的時間咪安音，冬天的時間是動音送去滑雪。大家應該要看2位張真嘅動獎。對啊。可他們沒動這樣，你看到嗰隻歐西亞哈塞，歐西亞那個呀，這個湖就是歐西亞哈塞。然後你現在看到有人已經在跳滑翔翼，已經跳在天空上面那裡，在飛來飛去了。有嗎？遠遠的那裡。哦，有，你有看到嗎？馬街各種你很多的選擇都。對啊，動都好高啊。因為在山上會比較涼快，很舒服。下面很熱的時候有沒有？坐纜車上來。很涼快，有我哋調下看到溫度是13度哦。係啊，13度哦。老平地就很冇洶湧嘞。冇洶湧係啊。越來越斜了，已經看不到那個前一節。越來越高了。所以我第一次坐的時候，看下去整個頭都好暈啊，好可怕這樣。這個有懼高症的人自己要小心哦。對啊 ，warning。所以已經轉移推擺的時間，誰我就唔會想係貓空坐嗰種纜車，因為兩邊是動都好臭嘞。呀，兩邊臭，你看。你看到嗎？那個水上活動就第2位。呀，佢使用應該咧水上滑水。呀。一行到各個所在，心情咪停定開展嘅風景，歡喜起來。規路途都動到準備去運動嘅人，也係去野餐嘅家庭。當真啊，奧地利人嘅了日係一啲咧都冇清閒嘅。不過，我哋根本唔係去運動嘅哦，為停定見到一屋人行啲山拿摘蘑菇，一到山頂，家孫家樣已經等唔切，停定阿爸到山拿熱氣咧。兩
味嘅凉凉对吗？空气跟那个温度已经完全冇共用了。对呀，都凉快，都舒服。我千期待等下會做啲購物嘅遊樂設施。一上瘾看到嘞。好啊，好，来我们来走。来，这个上来清楚在带路。帶路。带路。You are the professional? I'm the professional. Okay. I just follow me. Just follow you. You have to raise the flag so we don't get lost. 依個從找蘑菇那個活動，係全民都會做嘅活動。係啊，當然來啊，當然來簽嘛，因為地哪家為所欲好簽，你講簽越多，咩簽才親子簽越多，上海有的地方簽不簽多。從小就會家長帶着小孩。啊，對啊，成日愛食我其實啲那種誒，有當多種誒菇嘅，有嘛有啲係吐嘅，那種的有毒的，那種的渣。食我幾種啲啊，另一種誒係得個多一些咧。其實係要去割下來，人家來到你打，不大家看用半音切摘蘑菇。这个在奥地利啊，就我们住在这里，都是带小朋友去森林里面，让他们去体验大自然，知道说东西是怎么来的。依個從你講幾條那種樹木割下來是要做什麼東西？樹木砍下來之後，他們拿去賣呀、因為這裡很多那種木屋有沒有？都是用這種的樹木，然後砍下來之後，然後拿去市場，然後跟人家蓋房子。拿去蓋房子？呀，蓋房子用的，你就看那個大小。他們那個怎麼講？森林專門的人，他們都知道啊，就說這個可以砍了。所以有專門的人會負責聊天。OK， 來你看 ，Bruce Scott。我們每一家有沒有都會有那個大的冷凍庫？夏天的時候就大家很忙，就會去摘那個野莓或者是這個蘑菇，然後把它或者是菜園裡面的一些那個菜，就把它摘下來，然後冷凍起來，冬天就有自己的食物。來，你看 Bruce Scott。Do you mind I show everybody your mushrooms? Yeah. Can you tell everybody how hard it was to find? It'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sometimes, But sometimes it's not so difficult. It's not so difficult. So, is this one of the activities you started since your childhood? So Yes, Emma. So it's all the time. All the time? Yes. From child. Yeah. We came from the country and This is one of the activities, daily activities. Yeah, for the summer activities. 是啊，所以我们每一家有没有都会有那个大的冷冻库。夏天的时候就大家很忙，就会去摘那个野莓或者是这个蘑菇，然后把它或者是菜园里面的一些那个菜，就把它摘下来，然后冷冻起来，冬天就有自己的食物。鼓手就会，他们都是为了冬天的食物来准备，就夏天很忙都是因为这个。有一部分一部分当然是吃不完的，夏天吃不完的，当然就把它冰起来、冻起来，然后冬天就有。端正台次年係千好嘅冰箱，食完嘅三拿度，除咗衝出條嘅蘑菇，還卡有各種意想唔到嘅野莓、果子。大擺到熱天，奧地利做地講係全民總統宴，到台次年度前食材。不過，切蘑菇嘅過程還真經當場前播呢。艾美啲阿姨嘅指導下，開始熟悉人用嘅大塊木珠，注意腳下嘅各種講起了。阿姨，我看到兩邊有一個。兩邊係炸嘅，兩隻大隻嚟呀。來，我們那個割下來。小心有冇阿姨？沒關係，一下子就好了。像割下來是安逸。阿姨，不過衝幾條會講說，大的魚要放生，或者是大的菇大的魚才可以抓嘛，然後大的菇也是一樣，這麼大的這樣子就有可以吃嘛，這樣子就可以摘。那小的嘞，來讓大家看，不然大家看該細有嗎？像你看動作安逸細加嘅有嗎？那是蠻好，你看，
记得有吗？死老鸡啦，本鸡，你家走来炸，你家是台嘞。不过像你你嘛该某会用树直接拿起来煮好的呀。拿我用锅嘞，先紧那长呗，留在泥土里面，它这样子以后才可以继续再长。永续的那种，呀又在教小孩喽。对，不可以这样子，全部都把它拔光光，不然这样子以后就没有了。做嘛该事情都会穷用的。呀，对呀，嘿呀，最棒的教小孩又是这种。对啊，就是要这样子啊。好，那等咱继续请哦。蚂蚁窝对不对？来。来，你要来看啊，用半音分别这种的，这个菇是可以吃的。来，你们看哦，把它翻过来有没有？看到这里面这样子，一片一片这样子的这个皱皱的这种的是可以吃的，这个才是艾亚酸嘛。呀，有些菇有没有看起来也是黄色的，可是它下面不是这样，那种是不可以吃的。那个不可以摘，有些是有毒的。亚比它长的菇有各种，所以你就要自己去知道哪一些可以。对，要自己去知道，有很多菇类，有上百种。那这样子，像些小朋友他们用威迪，这真的是就是要跟他们要跟他们这种菇是这里最普遍的。这森林里面很常看得到，所以小朋友他都认得出来。小朋友他刚开始他不知道，过了2、3次，你跟他讲之后，小朋友他马上就知道，啊哈，这个是可以吃的。这是摘下来就其实根本不需要洗。它是很干净的，只是这有灰尘，把它用那个毛刷把它刷掉，不要洗，然后就可以直接煮。这样子的味道，它就是最有味道。营养也是吗？呀，营养也是。OK 呀，像在台湾，你就是什么东西都想要洗。对啊，台湾我也是有听过人家老奶公说啊，菇那个什么金针菇什么不要洗，可是就是然后心里会纠结的。对啊，可是这里你看森林这么干净，这是摘下来就其实根本不需要洗，它是很干净的，只是这有灰尘，把用那个毛刷把它刷掉。就可以了。呀，你看他们在上面也都找到了，手上都拿着。又有那个别组人马在这边。对呀，你看大家都在找。这个还有那个很小的小朋友也是在那边呢。对呀，他们有手上也拿着。呀，那袋子里面也都是啊。野条蘑菇虽然四重做得卖，不过炸鸡嘅欢喜係前做唔得比嘅。我想炸蘑菇唔但唱係學雞嘅學問，啲前步嘅過程度，學到老人合作互通，透過觀察去感受生命，就係千重要嘅哦。經過一集早晨嘅辛苦，我哋咩摘到耳朵，係就坐喺流浪茶到千個點去野餐。This is your family life, like on weekends or? Well, sometimes, not all the time. Yeah. Usually, recently we ride quite a lot of bicycle. 哦，騎腳踏車。Yeah. 騎腳踏車呀。像那種露營嘅法通係野餐。野餐嘅法通係多數的奧地利家庭都會按用。係啊，你看東東已坐纜車上來啊，就買啲啊那爬山啊，很輕鬆、很悠閒的。對啊，夯路啊。夏天的時候就是去爬山、去游泳、去騎腳踏車，或者是有時候怎麼講，花園也是很多事情要做，有時候走不開，有時候可能就只有在家裡。在忙家事，忙花園，就這樣子就過完假日。感覺那剛剛你對小孩子的付出很完整，有很完整的你耶。怎麼講？生了小孩，當然就要去養他們啊，不可以生出來然後又沒有時間去陪他們，這樣不行啊。對啊，是很正常的吧？對啊。你會感覺就會你陪小孩子的時間比你可以留給自己的時間還要多嗎？確實給他們的時間現在是非常的多，可是因為他們還小啊，需要人家陪呀，這是很正常的啊。那你會覺得就是有一點，會不會覺得太沒有自己的生活？
当然会有时候会这样想，可是还是因为你就是你有小孩之后，你就必须要牺牲一点啊，呀，就是会当然会这样想，有时候会说啊，自己想说啊，自己也想要再去多学一些，去上课或怎么样，可是现在小孩太小啦，没办法，就只能就是看以后咯。那你 V 嘛该第2 V 就是大家都是德文讲德文，你还要坚持一定要说中文，你要坚持啊。这个很重要啊，小朋友这样子以后他回去台湾才听得懂啊。对啊，德文是你不用教他，反正他有这个环境，他在学校学他就一定会啊。而且这样子他会中文才可以有办法跟我的家人在台湾沟通啊，这样他们以后才会愿意或者是想要回去。夜拜来拜访阿姨，看到佢对子也父变做照顾細人的為主嘅阿妹。雖然高上度從頭會顧到細人嘅情緒，社會一啲嘅自我，唔過都係顯出眾多家庭生活嘅一部分。佢老家鄉一啲更容易生活，跨海牽連定加速生態嘅精神。每本藝發現，無論台灣也係奧地利，幸福嘅條件唔係高福利，也係高收入。係佢哋對待家庭、對待生活嘅態度，也種從家庭嘅文化，也講係精神，可能真係幸福嘅秘密。